華明城律師事務所，服務華人社區超35年，超強專業律師團隊，講解移民、民事、刑事、勞工、社安等多領域嘅法律知識，讓你更加了解美國法律，快速解決法律難題。大家好，歡迎收睇樂趁雞雲資訊網粵語頻道嘅明城說法。明城說法係樂趁雞雲資訊網同華明城律師事務所特別製作嘅法律節目。今日喺我線上嘅係華明城律師事務所勞工部門嘅負責人 Maurice。今日佢同大家嚟講一講下近排咧加州呢邊嘅累積性嘅受傷係案件係比較多嘅。咁究竟係咩原因咧？請 Maurice 同我哋嚟分析一下。歡迎 Maurice。好，係啊，因為咧呢排做啲 research 啦，做啲研究啦，咁又好多人嚟問啦，話哇點解係咪累積性都可以即係成立嘅咧？做工傷啦嚇，咁所以我就呢幾日都做咗啲 research 嘅，咁就有啲一啲法律嘅一啲網站同埋啲新聞咧，就有啲統計嘅，都幾有趣嘅。咁佢就話咧，北加州嘅累積性受傷咧，激增增加咗39%嘅。哇！咁我哋咁樣睇嘅，我哋點樣做統計咧？佢係好，即係佢係一個法律嘅一個期刊嚟嘅。佢就統計咧加州嘅工傷嘅法院嘅數字啊，因為咧呢個最準確㗎啦，因為我哋以 file 咗上去個 court 個法院咧個數字為一個準則嘛，係嘛？咁簡單介紹一下咧，北加州咧有13個法院嘅，南加州咧有14個法院，咁基本上咧每一個 county 每一個縣咧都係有一個法院嘅，甚至超過一個法院嘅啊。譬如話以呢個Riverside County 啦，我哋南加州啦，如果我所知都有2-3個法院㗎啦，Riverside 同埋呢個San Bernardino 啊等等啦，可能San Bernardino係另外一個 county。Anyway， 一個 county 咧最少都有一個嘅法院㗎，譬如 Orange County 有好多個法院㗎啦，譬如有 Santa Ana 啊，有 Anaheim 啊，等等啦嚇，咁大家要知道。咁北加州都係，咁咧就發現咧北加州嘅申報累積性受傷咧多咗39%嘅，咁啊好高嘅個數字。係。咁其實呢個數字點樣嚟嘅咧？咁我睇翻就係話你申報咗啦，有幾多個 case 啦。咁但係咧，有啲朋友就話，可能因為好多時咧，嗰啲事務所咧，佢未必係申報得咁平均啦嚇，好似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北加州、南加州都有晒所有律師駐守啦嚇。咁可能有啲人佢個律師事務所咧就喺北加州嘅，但係佢可能喺南加州嘅。咁所以其實佢根本咧嗰個 case 係喺南加州嘅，佢冇辦法啦，佢只可以 file 喺北加州，或者咧佢好多時咧就係佢個事務所淨喺南加州嘅啫，咁但係佢啲客人咧其實全部喺北加州嘅，咁佢都被逼去 file 喺南加州，因為佢去唔到咁遠。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就造成咗可能某啲原因咧，令到北加州個累積性咧特別多啊。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有趣啦。咁但係睇翻最重要咧就係其實累積性同埋一次性受傷嗰個分別，咁所以想同大家都簡介翻啦。咁其實一次性受傷咧比較簡單嘅，明白嘅，就係要講得出日期、時間、地點嘅日期、時間、地點嘅，你講得出嘅譬如話，我想申報一個一次性受傷，8月1號上晝11點喺San Diego我嗰個倉庫度跌親係講得出嚟嘅，唔係話隨便噏嘅嚇。呢個咧係好重要，大家要知道係講得出日期、時間、地點。OK，咁我試過好多情況就係啦，有啲朋友咧佢3月份發生，而家8月啦嚇，3月份發生，咁佢又唔講啦，咁佢又唔報啦，又唔話俾僱主聽啦，咁跟住過咗一排又冇睇過醫生啦，咁咧跟住7-8月就揾我哋啦，係啊，Maurice， 我發生一個一次性受傷，好似扭親條腰喎咁樣。咁我問佢幾時啊？可能係3月7號，可能係3月14號，可能係3月21號咁樣。
咁就問題大啦。講到邊度咧？因為工作受傷，如果係一次性嘅話咧，你唔可以隨便講一個時間嘅，唔可以大概嘅，你必須要好似電腦咁樣寫出嚟。3月2號早上11點喺邊度發生嘅？你唔可以大概嘅。你如果所有大概嘅話咧，一切係屬於咧虛假性嘅，唔可以咁樣做。咁所以我成日呼籲大家咧就唔好唔理係真係發生咗咧，最好最基本咧都要用信息或者微信或者乜嘢都好 email 都好咧，通知你嘅主管或者老闆。呢個係最基本你要做，因為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唔做嘅話咧，你就會唔記得㗎啦。啲朋友咧就話：咁我話你問你，你會問話俾屋企人聽啊？話可能有嘅，咁但係你話俾屋企人聽，通常係口頭㗎嘛，係嘛？你唔會喺屋企都會 text 你個太太或者你個仔或者你嘅先生㗎，咁所以冇乜記錄嘅。咁加上冇睇醫生，咁跟住呢個都算啦。最大問題係咩咧？佢哋可能換咗工作啦，或者佢哋係被炒魷魚啦，被解僱啦，咁就更大嘅問題。咁我哋接受呢個 case 嗰陣咧，我哋 file 啦。3月8號早上11點，陳大文先生咧就跌親，咁咧保險公司就話 deny，當然唔承認啦。第一，佢又唔喺度做啦，我哋叫做被解僱後嘅申報，佢又唔喺度做咯，又冇任何嘅證據咯。咁僱主當然啦，我唔係話僱主，我以話僱主唔好，咁但係僱主通常都話我唔知啊，我冇聽到佢申報啊，我唔知道呢件事嘅存在啊咁咧就嗰個好大問題啦。保險公司就話：我唔相信有呢件事發生嘅，咁可以好容易咧1-2個禮拜咧就會拒絕受理呢個 case，亦都係好多朋友會收到封信咧，就話你個 case 咧係 denial 拒絕受理，就係呢個原因啦。咁而如果一次性受傷被拒絕受理咧，其實係好唔好嘅一個情況。點解咧？第一，佢可能係冇申報俾僱主聽啦，僱主唔知道啦。第二，僱主係知道咗之後都冇話俾保險公司聽啦，都係唔係一個好嘅徵兆啦。第二，佢可能冇睇過任何醫生啦。咁你試想下啦，如果你3月發生咗受傷，但係你過咗成5個月都冇睇過醫生嘅，咁究竟你有冇受傷咧？呢個好大嘅一個疑問。因為第時你睇醫生又好，做鑑證又好，甚至你出庭要打官司都好，法官可能會問你：喂，陳先生，你3月受傷喎，你8月揾個律師。咁你5個月都唔使睇醫生嘅，究竟有冇受傷㗎？係嘛？咁因為人都知道㗎啦，人之常情，你受咗傷咁當然睇醫生㗎啦。好少人會係拖5個月都唔睇醫生嘅。如果5個月都唔睇醫生嘅話，可能你根本可能冇受傷。咁都係唔可以一概而論抹殺咗你真係有受傷。咁可能佢當時佢未必即刻發覺。可能我啲朋友都知道，譬如話某啲情況，譬如佢吸入啲煙啊、油煙啊，或者係其他某啲情況咧，唔係話即時有種好嚴重嘅唔舒服嘅，可能係真係會過咗一排先會出嚟。咁但係我覺得，所以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發生咗咧，請你即刻要話俾你嘅僱主，或者你最起碼咧都話俾你屋企人聽，或者係做一個簡單嘅一個申報，咁做咗嚟嘅。咁當然最理想就係快啲話俾你僱主聽，填咗啲 WC 表格，申咗上去，咁呢個係最理想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一次性受傷要做嘅嘢啦，咁大家要注意啦。咁根據呢一次性嚟講咧，累積性當然就唔一樣啦。因為累積係累積㗎嘛，係嘛？咁你唔會知道我唔知係咪1月發生啦，定係3月開始發生啦，定係5月開始發生啦？我唔知道幾時發生嘅。總之我就係覺得好似開始有啲唔舒服啦，係由呢幾日開始，呢個唔重要啦。咁我覺得咧，好多時咧有啲事務所咧，有啲朋友話俾我知嘅就係話咧，佢哋報1年嘅啫，即係例如咩咧？佢會報上咧就係由2025年8月1號報到2026年8月1號，咁係一個1年嘅累積性受傷。我聽過有咁樣嘅理論嘅，有啲律師係咁樣去申報。咁但係我哋嘅律師事務所咧，我哋有幾位公司法嘅專家咧，我哋會申報所有成個工作嗰個期間嘅。譬如話你工作咗20年咧，我哋會擺20年落去。咁當然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就係話我哋可以涵蓋晒所有嘅受傷同埋年份。咁但係唔好嘅話，可能如果有好多保險公司入嚟，咁但係呢個唔係我哋嘅問題啦，呢個係保險公司之間嘅問題。我哋唔重要我哋最重要嘅咧就係為我哋客人爭取最大嘅權益同埋利益嘅利益嘅啫。我哋唔理保險公司之間點樣樣。
咁呢個係我哋嘅工作目標，咁大家要注意。咁嗯所以我哋會申報到所有成個工作期間嘅呢位朋友，如果做咗30年，就會30年擺晒落去；呢位朋友做咗3年，就擺咗3年落去。我哋好少會擺1年落去嘅。嗯咁當然啦，呢個要視乎你嘅 case 個別案例而定。我哋唔可以作出一個所有嘅一次性嘅諮詢每一個朋友都唔一定有一個參考嘅啫。咁但係記住，如果你係累積性受傷咧，我哋希望你係在僱用期間咧去申報唔好離開咗嗰啲申報。咁當然我哋知道有時係比較難避免啦，即係我真係被解僱咗啦，咁我想申報，或者我係不情願之下我係轉咗工作啦，但係我想申報係咪唔得咧？又未必唔得，咁呢個係個別嘅情況而定。如果你有個別嘅諮詢咧，個別情況咧，我都係好歡迎，即係大家同你做啲諮詢，因為唔係話每一個人係一樣，每一個人都唔一樣，所以每一個情況咧會作個別嘅一個評估啦，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呢樣嘢啦。明白。咁所以我下面想問下馬律師，因為我哋知道咧累積性嘅受傷其實係有好多嘅部位都會影響到嘅。咁我睇到今次嘅呢個報道當中咧，其實係有講到話軟組織面部嘅軟組織同埋精神障礙呢個部分都係可以獲得呢個累積性嘅工傷賠償嘅，而且呢部分嘅增幅比較多，即係案件比較多。咁你覺得係咩原因造成嘅咧？係啊，嗱，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都係好嘅一個觀察啦。可以話點解咧？因為soft tissues 即係我哋叫軟組織，佢就唔係話一啲骨折或者一啲好嚴重嘅創傷燒傷嗰種嘅受傷。佢嗰個 mechanism 即係佢嗰個機制咧，唔係來自一次性受傷，而係來自於累積性嘅。點解咧？因為累積性係長期性嘅，係慢性嘅，係嘛？即係我哋唔可以講話我做咗20年啦，我究竟係舊年開始受傷啦，定係今年開始受傷啦，定係3年前已經開始受傷啦？我講唔出嚟㗎。我做發牌員又好，我做炒菜嘅朋友又好，講唔出嚟嘅。而申報嗰陣咧，我哋通常唔會話骨折㗎，因為我哋冇可能見到朋友話：哇，你累積性工作做到骨折我就未聽過啦。因為骨折通常嚟講，基本上一定係跌親撞親先會發生嘅。你冇可能會累積性造成骨折。我好似見過有一次好似有一次我諗佢未必係骨折，佢可能係骨裂，佢可能係可能發生咗一次嘅受傷，然後冇點樣去理佢，然後就可能又根據某啲 mechanism 咧，佢再越嚟越嚴重而造成骨折或者骨裂。咁可能係會有。咁呢個咧，我哋叫做加重性嘅受傷。咁申報嗰陣咧，其實可能都係屬於一個累積性嘅受傷。咁所以點解累積性受傷會有啲軟組織嘅受傷會比較多啲，嗰種部位會比較多咧？其實好合理嘅。咁就係呢個原因啦。咁第二，心理受傷啦。心理受傷咧，亦都係好多時會見到嘅。咁心理受傷有兩種。通常第一種咧，我哋叫做一次性嘅。咁呢個顧名思義就係話你可能受到某一種嘅刺激或者係威脅驚嚇而造成啦。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譬如話我哋有啲客人啦，我都做過幾個 case 㗎啦。我哋佢係藥劑師佢要做夜班嘅半夜咧就得翻一個因為大家都明白而家唔係咁容易，請好多人去做啲通宵更嗰啲嘅，譬如話朝頭早12點至朝頭早8點，大家都冇咩興趣做呢個時間㗎啦。因為呢個完全就係瞓覺嘅時間，咁你就要顛倒就去做。咁好多時咧就係嗰啲藥劑師咧就被逼就要去做。咁而嗰個時間咧，嗰陣時就比較危險啦。尤其係有啲部分嘅地區啦尤其喺南加州啦或者北加州都好啦，嗰啲地區特別危險嘅。咁有啲人咧就會去想打劫、搶劫，咁啲會揸住槍去搶劫嘅。咁我哋不幸地咧，我有個客人咧，佢係藥劑師，咁就被逼即係去被人哋即係威嚇啦，去恐嚇，即係去威脅啦，要打開個夾萬去俾嗰啲比較昂貴嘅藥。俾嗰個打劫嘅人去搶啦咁因為咁嘅原因咧，就造成佢一個好大嘅陰影。咁當然啦，佢好彩冇受到槍擊冇中槍，因為佢都
佢都冇辦法啦，你好合作要將嗰啲夾萬打開，將啲藥俾嗰個人啦。咁但係一個好嚴重、好威嚇，因為試想下，你俾支槍指住個頭啊，如果萬一佢唔係特登嘅或者唔小心，佢將支槍整咗佢發即係開咗槍，佢就冇命㗎啦。好簡單嘅啫。咁佢一個執業咗20年嘅藥劑師，咁辛苦開咗一個藥房，好辛苦咁樣經營，而咁好唔小心咁樣一次就喪命，咁啊好不幸㗎。係啦。咁好彩佢冇事嚇，佢係受到極度嘅驚嚇啫。咁但係咧，呢個係絕對成立嘅，係一次性嘅心理受傷嚟講，因為呢個係屬於一次性嘅驚嚇同埋一個威脅嚇，係喺工傷嚟講咧係會接受係咪攞到賠償嘅？咁當然要做好多嘅輔導啊、治療啦等等啦嚇。咁可能佢以後可能都會好驚夜晚去再做呢份工啦，或者可能要請好多嘅 security，甚至要鎖上個門。嗰啲人係真係話嚟買嘢，要買啲咩嘢，個護衛先會打開門等等啦嚇，好多嘅機制要做啦。咁呢個係一次性嘅心理受傷啦。咁至於都可唔可以累積性咧？咁呢個係當然亦都可以嘅。咁但係咧，累積性咧有個門檻咧，就係要被僱用咧6個月以上。咁大家都會一定要問呢個6個月咧，點解唔係7個月，唔係9個月啦？咁呢個冇辦法啦，呢個係法律上嘅一個最低門檻嚇。咁但係咧，我建議大家就係話，如果真係有一啲心理或者呢啲嘅創傷等等咧，盡量唔好咧短於6個月就離開個工作崗位。我見過有朋友咧，佢做咗3個月、4個月咧就走咗啦，或者被解僱啦，然後就想申報心理受傷。咁呢個相對嚟講個門檻就會難好多啦，因為做嘅時間好短，唔係代表一定唔接受，因為呢個都睇下個別嘅情況而定。譬如話佢真係受到好嚴重嘅性騷擾，係嘛？譬如話佢受佢嘅上司每日或者每個禮拜性騷擾3個月咁可能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傷害。咁就算可能做3個月咧，都係好嚴重嘅傷害。佢因為佢話如果你唔受到我嘅接受我嘅對待咧，你就會炒魷魚。但係我又嗰個受傷員嗰個員工咧，又有好大嘅經濟負擔，係嘛？佢一個人要養5個人啊，咁佢逼住係要接受呢個騷擾咧，都冇辦法，都要繼續做呢份工。咁好多情況你要明白嘅，咁所以要睇下個別嘅情況定量。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累積性嘅心理受傷咧，要超過根據呢個工傷醫生啦、鑑證醫生咧話要超過51%咧，先至係符合標準嘅。咁所以啦，如果你嘅鑑證醫生出個報告話你哋超過51%為止工作咧，有表示咧你個 case 就會成立啦。所以我哋其實第一次睇呢個報告咧，第一樣最重要就睇一樣嘢其他地方都唔係好重要可能好多地方都要睇，咁但係第一樣嘢我哋一睇就係話究竟佢話呢個 case 係成立不成立？因為如果不成立嘅話咧，基本上就好難去再翻案，可能要打官司啦，或者要即時 object 啦，或者嗰個醫生啦等等。咁但係如果佢話係成立嘅話咧，基本上已經成功咗一大半㗎啦。咁所以大家咧要注意啦。冇錯，呢個係比較重要嘅。咁當然大家有咩其他嘅自己嘅問題就要自己嚟諮詢翻 Maurice。咁我想問下我哋講到話呢個精神障礙俾即係可以算作係嗰個累積性嘅受傷嘅賠償呢個部分。咁喺呢個法律嘅判定同埋證據上面係咪有一啲特別嘅要求咧？係啊，就頭先都有藥膜都介紹過啦。咁因為累積性啊嘛累積性我哋唔可以透過視頻啊或者 deposition 取證會等等去證明，未必一定有證人可以證明。你點樣證明你我9個月受到精神上嘅困擾，因為工作嘅壓力，呢啲係好難去用人去證明嘅。咁所以大部分情況咧，我哋都揾一個 QME 我哋叫做工傷嘅鑑證醫生去做一個證明。咁呢個工傷嘅鑑證醫生咧，我哋叫 QME 或者 AME 啦。我哋會去同保險公司去商議啦。我哋可以揾一個 AME， 大家雙方協議之下，去令到呢個員工可以做一個鑑證啦。如果佢話超過51%咧，通常就會被接受啦。因為大家都知道100%就係話
為主工作嘅。咁但係我哋唔需要100%，我哋51%，即係超過50%咧就 OK 啦。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保險公司唔同意用 AME， 咁我哋點算啊？我哋可以用 QME。QME 咧通常有3個醫生，保險公司唔要一個，我哋唔要一個，剩翻一個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去做一個約咗佢啦，就可以幫呢個員工去做一個鑑證。咁 QME 醫生有好多嘅規定要遵守啦，譬如話佢要喺呢個30日之後出報告啦，同埋如果佢有接續報告，亦都要繼續出啦。佢唔可以做一做接續報告又唔做啊，或者超過咗45日或者75日都唔出啊。呢啲就可能係違反法律，我哋可以 disqualify 佢、廢除佢啦、罷免佢啦等等啦。咁所以如果你遇上保險公司話我俾你睇 QME 或者點樣咧，就唔好自己話 OK 喎。我見好多朋友咧就好奇怪嘅，自己填好晒表格嘅，咁交俾保險公司就好乖嘅，咁其實咁樣咧係好吃虧嘅，好唔理想嘅一個決定，因為好多時咧佢哋揾嘅 QME 咧都係非常之不利，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你見到呢種情況咧，就唔好急就走去填張 form 就交俾保險公司。基本上90%咧係對你不利嘅。咁所以咧，反而我哋做咗諮詢我哋會有其他嘅辦法可以幫到你咧，令你嘅 case 咧扭轉為宜如果由好不利嘅變成比較有利就算真係好不利嘅話，我哋都會嘗試去幫助你作出反對啦，或者係作出其他嘅策略嘅幫助呢個係希望咧幫大家。係冇錯，咁我想請 Maurice 同大家分享一啲案例啦，即係你處理過咁多嘅呢個工傷嘅案件，喺呢一個部分嘅話，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同埋叮囑大家需要注意嘅？其實咧喺精神受傷方面咧，好多時都會發生嘅，好多時都會發生嘅。唔好以為話精神上嘅受傷係或者心理上嘅受傷係攞唔到賠償，係未必係攞唔到賠償，係會攞得到嘅。咁當然啦，要睇你個別嘅情況而定。當然我哋唔希望鼓勵或者有啲人做啲虛假嘅咁樣，當然我哋絕對不鼓勵㗎。但係如果你視乎你嘅情況，你真係受到工作壓力或者長期嘅勞損，無論係身體或者心理上嘅壓力而造成嘅話咧，都有可能會接受嘅呢個 case。我哋好多時有啲朋友咧，佢話做咗20年、30年嘅工作，最近嗰5年咧都係被主管或者係部門嘅上司咧無理嘅一啲剝削或者係壓力性上嘅對待嘅，呢個係好可能會接受嘅。咁所以唔使擔心，先冷靜少少，沉住氣先先可能揾啲醫生睇一睇，做啲輔導，再作一個下一步嘅決定。但係唔好隨便辭職或者係做一啲太魯莽嘅決定，例如同僱主或者上司爭執甚至有肢體上或者言論上嘅爭執或者係接觸，唔需要和氣啲平靜啲再作一個決定。我哋先同我哋做個諮詢記住咧，無論係做乜嘢咧，都有個追溯期嘅就算你係被解僱或者你係已經離開咗咧，你都有3年嘅追溯期。如果係歧視或者係被報復性嘅，係有3年嘅追溯期。勞工法方面，工傷就比較短咯。呢個要注意啦，只有1年1年，咁呢個就唔好拖啦。譬如話你發生咗工傷，一次性又好，譬如你被人打俾人哋侮辱，或者你被暴力性嘅對待呢個只有1年嘅追溯期，咁就唔會拖啦。我見過有啲 case 咧係拖咗好耐嘅，咁我哋係覺得咧雖然好嚴重，但係都未必幫到佢。咁當然啦，亦都係個別情況而定。如果係好嚴重，但係因為有好多嘅壓力原因導致到佢可以攞到賠償嘅話咧，我哋會盡力幫助佢嘅。咁所以賠償嚟講咧，就亦都係按案情或者呢個受傷程度而定啦。咁所以有時就咁喺個節目度講你聽幾多錢咧，可能個意義都唔係好大。甚至啲朋友都係電話度都問我我個 case 會賠幾多錢咧，其實個意義都不大嘅。所以因為嗰個情況係好唔一樣嘅。我電話度同你講一個數字咧，可能做完之後咧係南轅北轍係唔一樣。所以唔好咁着重呢個金錢上，或者做好你應該要做嘅嘢，做好你嘅治療，我哋就會爭取到一個最好嘅一個權利。冇錯。
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知道喺工傷呢個部分咧，除咗我哋經常同大家講到嘅一次性咁累積性嘅受傷，其實係有好多部分嘅，包括今日Marissa 同大家講到精神嘅部分都係會有呢個賠償嘅可能，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諮詢翻 Marissa 呢邊嚇，我哋嘅電話係6262826868。今日係多謝 Marissa 嚟到我哋嘅節目同大家嘅分享，辛苦晒。多謝，下次再傾。係，我哋下次再見。